當我哋養貓已經養咗一段日子，你可能會發現你隻貓上廁嘅時候未必會喺指定嘅貓盤裏邊辦事。尤其是如果你隻貓係雄性嘅，已經超過6個月大，但你仲未帶佢去獸醫度做絕育手術呢，呢隻貓仔仔呢就更加會有鋪癮，通屋去小便去霸佔地盤咯。大家請切記啊，不論你係買定係領養一隻貓翻屋企，不論呢隻貓係仔定係女，只要佢嘅年紀有6至9個月大呢，你就應該帶佢去獸醫度做 spay 或者 neuter 手術噶。但如果你話唔係噃，我隻貓仔晨早已經係太監嚟噶咯噃，點解佢仲咁唔合作會四圍屙嘅？咁話唔定佢唔肯用貓盆嘅原因，會係因為佢嫌你清理貓盆唔夠乾淨或者唔夠頻密。你隻貓係俾面口你睇，嫌個廁所污糟或者係臭氣沖天，一於示威，希望你可以勤啲清洗。再唔係呢，就可能係因為近排你轉用咗第2隻牌子嘅貓砂，你隻貓唔能夠適應個新嘅味道同埋個 feel， 令佢陣腳大亂，意外頻生啫。所以記住啊，改呢啲嘢啊，你係需要逐少去調教，個過程要慢慢嚟，唔急得噶。又有啲貓上次唔肯合作呢，會係因為佢抗議個主人成日外出喺度鬧情緒噶。不過當然啦，並唔係隻隻貓都好似人咁會咁情緒化去攞你注意力嘅。其實啊，有大部分嘅貓如果突然之間唔肯合作喺個貓盤上廁，好有可能係佢生理上真係出現咗問題，患上尿道炎啊。假使你留意到你隻貓喺個貓盤度行出行入，只係越心急越尿急，會係力不從心。又或者你發現喺地上有一滴滴帶血嘅小便，咁你嘅寵物患尿道炎嘅機會呢就仲高。咁患呢個病當然令佢哋好唔舒服啦，真係會令佢哋坐立不安噶。如果你小心啲留意呢，你會發覺佢坐嘅時候，個8月15係唔會真正掂地，嗰條貓尾仲會微微向上，成個款睇落就好唔自然啦。總之你望見都戥佢辛苦，會急急帶佢去求醫噶。而醫生接收佢哋嘅時候，俾佢哋嘅見面禮，通常就係先放尿，然後通尿道，再開抗生素，連隨仲建議埋叫你同佢哋買嗰啲咁啱佢哋公司有代理嘅處方貓糧，一次過橫斬掂斬咁斬你幾百蚊噶。可惜經佢哋醫過之後，有啲貓嘅病係會復發嘅。咁而個獸醫每次見到呢啲常客呢，當然會如常繼續高興咁賺你嘅錢啦。但係其實有啲嘢你真係可以自己去試下個噃。例如去買一啲高質素嘅紅霉素 cranberry extract 俾佢哋食啦，有啲人中意買膠囊裝，然後將啲粉末攞出嚟用，但係其實喺出邊仲有一啲咧係成罌都係藥粉嚟嘅，你可以將啲粉末加入濕糧溝俾啲貓食啦，又或者將啲粉末溝水，再利用冇針嘅針筒去強迫你隻貓飲咯。一般正常嘅情況底下，你只需要依照個份量去餵你隻貓2-3次之後呢，佢嘅小便經驗就會回復正常，自然兼暢順，解決咗你嘅問題噶啦。咁如果你想避免呢個問題呢，咁或者你都順便再記埋啦。一般貓狗患尿道炎嘅成因呢，會係因為你餵佢哋食乾糧噶。只要你慢慢同佢哋轉用翻高質素嘅濕糧，又或者係自己買魚或者係買肉清蒸俾佢哋去食呢，咁你屋企嘅寵物簡直可以自稱做幸運兒，應該係連病痛都少一啲，會健康合作兼開心好多噶。